等我介紹埋你呢個創新嘅口腔護理保健產品口咽康啦。佢係從根源解決咗口乾啦、口氣啦、飛滋潰爛啦、咽喉痕痛啦、氣管咳喘同埋牙齒問題嘅。口咽康含有3種專利嘅口腔益生菌，佢係增強咗口腔嘅免疫力，同時對上呼吸道嘅免疫功能都有幫助㗎。口咽康唔止可以對付口氣問題，仲選用針對口咽環疾嘅益生菌。大學臨床實證專利益生菌唾液乳桿菌、富江諾乳桿菌同埋植物乳桿菌咧，可以喺4星期裏面有效抑制口腔嘅細菌，同埋改善牙齦出血、嘴爛嘅問題啊！更可以促進口水裏面免疫球蛋白嘅分泌，提高你咽喉嘅免疫力。再配合埋專利嘅口生元，令到好菌加速成長。而天然嘅護齒益生元亦都可以改善牙齒嘅問題。口咽康再加埋維他命啦、海藻鈣，令到你吸收營養加速㗎。同時有助對抗咽喉環疾嘅惡菌，特別係長期煙酒嘅人士。每日餐後含一片口咽康，3分鐘即用，可以減少喉嚨痛、提高免疫力、解決長期嘅口腔問題，冇副作用。成人、孕婦、3歲以上嘅小朋友全部啱使，而家萬人有售，仲有限時優惠，立即去影片資訊欄嗰度攞40蚊 coupon就去掃貨啦！